上尾一句，上帝所大迄位，毋是店吼，所大迄位。好，咱即条歌因为拢总有5节，毋过第2节搁过来到5节，拢总有个另外修改吼，所以咱等下来唱的时阵就看 PowerPoint 第1节无改以外，好，咱最后第3首，咱来吟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咱到唱到上尾的时阵吼，上尾的时阵爱休困2小节，第3小节再搁接落去，好，好，来。上主大仁爱，应验你心内。
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阿乐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阿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代。三界的吟诗，阿乐上帝，圣诗第31首，天父听咱世间正人，请起立。
咱倚咧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要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向助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转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你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竟然要对安尼知，你是阮的学生，听者。三甲来交读启用文，启用文第18篇，诗篇67篇，我来请兄弟来引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互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愿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土地有生产五谷。愿上帝赐福阮。当心来祈祷，慈悲听谈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万民中敬送阮，做你的囝儿，你用真理的光，正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引带，照光阮的人生。你的话也正做阮性命的准则，会护掉你的囝儿自这遮。求你圣神即时临在，帮助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。近来台湾的疫情虽然有较弱，但这2冬来，阮侪人的生活、经济、工作机会受到影响，甚至身躯病痛甲死失。阮求主抚平这创伤，引带大家一步一步恢复到新的道路上。我也要为着台湾现今所拥有的自民主献上感谢，求主掌权，保守阮的国家主权甲社会稳定，互阮部分族群拢有共款合一，守护台湾的心志。每年我们教会特别进入100周年，阮求主圣神带领教会整件计划，互一切事工进行，拢有主的旨意甲安排。主啊！你是信实的神，你要应允阮，求就得到，敲吹就拄着，拍门的就该开，你的应允永袂改变。感谢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高龄诗班要用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带领咱敬拜。
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12节。至高的上主，互我看见一个景象，我看见一领热天的果子。上帝讲：阿摩司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应讲：我看见一领热天的果子。上主就对我讲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，我袂阁放因煞。至高的上主阁讲：伫迄日，宫殿的歌声会变做哀哭，逐所在拢是遐角的心思，世界念唧唧。恁遮的吞达善食人，做灭困苦人的人，就听恁讲，初一较紧过，阮通骂我国；安息日紧结束，阮通开市买卖。通用蛇斗，用无诚实的罄锤，用诡诈的天平骗人。通用银买善车人，用一双鞋换困苦人，将歹的马仔卖互人。上主针对以色列的骄傲烈誓讲：因所做的一切，我永远记条条。这个地减袂因为安尼摇掣，住伫遐的人减袂悲哀。这个地会亲像尼罗河涨起来，亲像埃及的大河涨悬降低。至悬的上主讲：伫迄日，我要互日头伫中昼落山，互地伫日时变黑暗。我要互恁的节庆变做悲哀，歌曲变做哀歌。我要互恁穿满衫，头剃光光，无互恁悲伤，亲像死孤囝。最后规暝规日拢痛苦。至悬的上主佫讲：看咧，日子伫要到，我要互饥荒临到即所在。饥荒毋是因为无米通食，喙焦毋是无水通啉，是因为无上主的话通听。因撞来撞去，对南到北，对东到西，世界找上主的话，毋过找拢无。敬听的老牧师今日要对咱传讲的信息主题是：以我的心为你满足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用你的话对阮讲话。阮爱听你的声，也愿主你引带阮，互阮踮伫每一日，阮通得到你的声，也得到你的话，互阮的性命通得到帮助。当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免。也做来平安。伫即礼拜中间，咱的主日学举办夏令营吼，所以夏令营毋若囡仔来到伫遮，也有侪咱的国中生也是高中生，因参与踮伫咱即边的服侍中间。暗暝时阵有去到无共款家庭的厝内面，因踮伫遐咧探访。当彼此咧对话的时阵，咱发现一件真特别的代志，就是咱的囡仔吼，甲咱所想的敢若无啥共款。原本踮伫厝的看起来，敢若拢无咧做啥物，但是来到伫教会的时阵，忽然间变甲非常热情。踮伫厝内底拢无咧讲话。即礼拜忽然间，咱看到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人，变完全无共款的面貌出现踮伫咱的面头前。即边咱的青少年主要拢头一摆参与踮伫咱教会的服侍，所以前几工真趣味。我听因讲，逐暗拢咧吼，逐暗拢咧吼，到底咧吼啥物？因着彼此伫遐咧讲，毋是足艰苦咧吼，嘛毋是讲服侍了足忝咧吼，因是彼此一直拢讲，我今仔日带囡仔倒位无带好，足自责的。就开始踮伫遐咧讲话，哪讲就哪吼，一个吼就变做全部的人拢做伙吼。连迄个查某囡仔咧吼，查某囡仔吼，就家己面对迄个壁，嘛踮伫遐一直咧吼。我就问伊讲，所以恁到底拢几点困？就开始讲有个人讲，昨暗可能毋知影，敢若困1点钟尔，昨日讲3点半才困。到底是咧讨论啥物？有诶时阵咧讨论讲，明仔载阮要怎样带囡仔，嘛不断咧检讨讲，今仔日我倒位无带好。
因展现一个完全无共款的面貌出现踮伫咱的头前。咱也发现，其实人的生命也是安尼，人的生命是一直咧改变的。每一个时刻面对每一个无共款的人，也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状况下面，会展现伊无共款的面貌。有当时咱会发现讲，这甲咱所想象的有小可无共款。其实圣经内面的上帝嘛，定定有济无共款的面貌。咱定定会讲，圣经内面的上帝，若亲像一个各样的人。圣经内底的上帝有怜悯的部分，也有慈爱的部分。但是咱嘛，少少去想到讲，圣经内底的上帝佫有倒一面，有审判甲公义的迄一面。所以上帝有济无共款的面貌，先知嘛共款。先知踮伫圣经内底嘛有足济无共款的先知。有的人踮伫王宫内面大汉，有的人踮伫庄卡内面，有的人流目屎，有的人顺服，嘛有人安怎亲像约拿都无想要顺服。有济无共款的面貌出现踮伫圣经内面，所以这若亲像咧讲，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安尼，人的生命是多元，人的生命有济无共款的款式会出现踮伫咱的面前。今仔日咱读的这段圣经节踮伫阿摩斯，阿摩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圣经对咱讲吼，伊是一个平凡的各样的，伊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也是最残的人。啊，伊生活的所在踮伫南国，踮伫南国犹大，踮伫一个村内面，啊，踮伫某一日，伫一个若亲像平常伊要去工作的日子中间，上帝的呼召忽然间临到伫阿摩斯，然后上帝的声要对阿摩斯讲话的时阵是啥物款的面貌呢？咱足歹想象，上帝的话对阿摩斯咧讲话的时阵是哪西迄大声咧吼共款，大声咧叫。这有当时嘛，甲咱所想的无共款。上帝声话的时阵，咱前一阵仔听到以利亚时，亲像无声共款，拄着上帝。踮伫来到伫阿摩斯，迄是一个哪西共款，迄个大声，足生气，不断咧对阿摩斯讲：你爱去宣讲上帝的话。然后当上帝的话安尼发出的时阵，第1章的所在对咱讲，连迄个牧场的草拢高大。连山顶的草全部拢黄去。阿摩斯面对一个真大的重担，那亲像伊的名的意义就是安尼。伊的名的意义是要承担重担，踮伫一个看起来无拄着危机的时代，阿摩斯爱人宣讲上帝的审判，所以咱会当想象。伊敢会受欢迎？伊绝对毋是一个受欢迎的人。踮伫一个看起来真乐观、看起来啥物代志拢无的时代，阿摩斯却要宣讲审判的信息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在上帝问阿摩斯讲：你看见啥物？阿摩斯回答：我看见热天已经熄的水果啊！啊，另外热天的果子，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结局。讲上帝的结局到啦，上帝的结局到啊，是啥物意思？是遍地要充满济死失，是遍地要充满哀伤。上帝的审判要来到伫遮，大家人都会问：啊，为什么他拄毋是讲一个乐观、状况袂歹的国家？会拄着上帝真严格的审判咧。上帝和阿摩斯所看到是啥物？伫遮这段圣经在对咱讲，伊讲初一就爱赶紧过，愿通卖五谷；安息日赶紧结束，愿通开市买卖。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对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就是礼拜赶紧煞，
礼拜赶紧煞，牧师莫讲伤长。啊，因为结束了后，阮要去做啥物？阮要去做生意啊，阮要去趁钱啊。所以所有的节期吼，赶紧过，礼拜赶紧煞。我只是来做礼拜来报名，来点一个名。我只不过是来遮，互人看一下。啊，赶紧煞，啊，莫拖遐长，赶紧结束。阮准备要去买卖啊，啊，赶紧要去买卖，然后佫做啥物？用世道用无诚实的称队，用诡诈的天平来欺骗人，所以毋是要去做买卖的，是要做啥物？是要去欺骗别人，准备要去欺压遐个弱势的人。所以因要用quyền去买散车人，用一双鞋换困苦的人，将歹的鞋仔卖互人。意思就是礼拜赶紧煞。一切敬拜赶紧结束，阮准备要去趁钱，阮准备要去欺压别人啊！这就是阿摩斯的时代所拄着的状况。安好就赶紧过吧，阮要去做生意啊！啊，这个礼拜吼，阮只不过是阮出现来互你看的。上帝，你有看到我哦？上帝，我有来啊！所以上帝才会对阿摩斯讲，这个审判要来啊！这个审判要来，因为每一个人无将礼拜当作是礼拜，无将敬拜当作是我要甲上帝对话，只不过正做一个，我只不过是来伫遮，你知我有来吼，安尼结束啊！我准备要去过家己的生活，所以整个国家的价值观充满混乱，失去公义。弱势的人嘛，失去生存的空间。上帝才会透过阿摩斯讲，审判要来啊！到迄日，全地要大震动，人人拢会陷落踮伫困难中间。啊，佮继续讲落，这一切的困难，也毋是上界恐怖，上界恐怖的是啥物？最后迄段伊所讲的，恁永远袂听见上帝的话。恁永远袂听见上帝的话，听袂着上帝的话，对南到北，对东到西，恁安怎从安怎敲找上帝的话，拢要找无。咱就歹去想象讲，听袂着上帝的话是偌尼恐怖的代志。迄个意思是，看起来咱逐个人真认真咧敬拜。看起来，咱照礼仪拢坐点伫遮，啊，毋过心内底想的是，啊，礼拜赶紧煞，我要去做我家己的代志。啊，敬拜吼，唱歌这么赶紧结束，我要去做我家己的事。无人想到讲，我完全听袂着上帝的声。无人要记讲，我来到伫教会中间是要听上帝的话，我来到伫教会是要观看上帝的行动。所以，当上帝看见这个状况的时阵，伊透过阿摩斯要发出审判的信息。妖恶的人踮伫遮找袂着望，因只会当透过上帝慢慢带领因转来到伫伊的怀抱中间，转来重新建立圣殿的秩序。所以，这个审判是为了要重新建立秩序。阿摩斯内底其实上出名的圣经则出现踮伫第5章，踮伫第5章上尾啊，伊讲我厌恶恁一切的聚会啊，恁一切的严肃会，一切这个物件都爱受着拒绝。踮伫如果咱手内底有圣经会当看，踮伫第5章的21节到24节，伊讲我厌恶。拒绝恁的节期，嘛无爱恁的严肃会。恁献烧祭甲素祭互我毋接受。恁安怎献祭，我拢袂接受。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我嘛无要接纳。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。咱有发现这个话讲甲偌尼啊恐怖无？恁一切聚会拢无重要，恁唱歌的声我无爱听，恁弹琴的调我嘛无爱，因为恁敢若外表看起来，
咧敬拜，但是实质完全无爱听上帝的声。最后伊讲，着互公平，公平亲像大水长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。公平甲正义，公义亲像大河直直咧流。伫即段话，咱看见啥物？那亲像迄个流，迄个水咧流的时阵，是伊迄个水流对，要看见上帝的公义。也就是讲，对阿摩斯的记载中间，要带咱看见所有的人爱定心建立敬拜上帝的秩序。透过建立这个秩序的过程中间，咱看见上帝的声、上帝的话不断地向前跑走，一直不断地流，互咱整个教会、互咱整个信仰团队重新充满动力。人是向前行的，规个教会、规个社会是不断地向前行的。这对今仔日的咱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因为咱活伫一个物质真丰富的时代，看起来咱啥物拢有，但是虽然啥物拢有，人却啥物拢抓袂牢。妖恶有无共款的战术。咱常常讲妖恶的时阵，会想到的是巴肚枵嘛，就是咱肉体中间的欠缺，所以咱巴肚枵上好解决，为虾米？赶紧去食就好啊！但是有一寡物件，毋是干那食就会当解决的对无？除了肉体的巴肚枵以外，佫有啥物？佫有咱心理的巴肚枵。虽然咱逐工咧食饭，但是边仔无人甲咱做伙食的时阵，咱心内底的孤单，这嘛是一个妖恶。然后，到底上尾啊，圣经所对咱讲的，就是灵性的妖恶嘛是问题。因为当咱听无上帝的话，当上帝的行动无搁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迄个妖恶是怎样拢无法度满足的。所以咱人面对肉体的妖恶、心理的妖恶以及灵性的妖恶，真歹解决。有当时啊，咱干那透过甲遮个人帮衬一下，无饭通食的人，分伊一寡物件通好食，咱干那解决伊肉体的妖难尔。咱无去处理的是伊心内底的妖到底是啥物，更加袂去看伊灵性中间的妖恶到底是啥物。所以阿摩斯互咱的信息是，咱需要重新转来到伫上帝的公义。大家人都会问讲，到底啥物是公义？我会分享讲，这就是咱需要重新建立秩序。重新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秩序。有当时虽然看起来咱咧敬拜上帝，看起来咱依持一切的礼仪，但是心内底却无真正敬拜的秩序。所以上帝的公义咧处理这个物件，上帝的公义咧处理的是咱掠准信仰就是安尼，教会就是安尼。我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安尼，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，咱会认为讲咱的囡仔就是安尼，咱忽略因有无共款的面貌，咱忽略的是面对无共款的人，面对无共款的状况，其实人会展现无共款的特质，咱会袂记哩这项事。所以，重新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秩序的时阵，会发展出真正生命的动力。透过生命有动力，继续向前咧跑走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讲，原来上帝的奇妙一直踮伫咱中间。今年的夏令营踮伫咧筹备的过程中间，其实咱因为疫情，所以暂停一段时间。踮伫咧筹备的过程，
我甲团队咧分享，我讲咱爱建立秩序。啊，啥物叫做建立秩序？我就甲团队分享讲，一开始，当咱遮个青少年愿意要来做同工的时阵，请咱会记，所有的规则爱讲互清楚，所有的规则爱先讲互清楚，因为咱毋是要透过高正，毋是想要高正讲你爱来服侍，毋是要用啥物款的方法想要引诱别人来参与服侍。既然因愿意来服侍的时阵，咱爱建立秩序。爱建立一个秩序，就是来到伫遮带儿童营是敬拜上帝，毋是带囡仔佚佗。来到伫遮，咱要办一个儿童营，这叫做敬拜上帝。咱毋是干那咱所想象，我一礼拜去带囡仔佚佗，一礼拜也足忝的。毋是，咱来到伫遮，咱学习要互咱的青少年知影讲啥物是服侍。所以秩序是重要的。所以一开始有强迫讲啊，恁其实无特别强迫讲，恁逐个人拢一定要带教会，恁会当转去厝的。但是过当工，恁若是迟到1分钟，安尼后壁你所有拢爱带伫教会，所有遮个老师都一定要带伫教会。结果互我足感动的，咱有一个老师是有家庭嘛。咱有一个老师有家庭，啊，其实因为伊有家庭，佮2个囡仔踮伫厝的，所以其实阮拢感觉讲伊转去带伊的兜应该是无问题的。啊，结果第一天的时阵吼，因为要出门的时阵吼，伊的囡仔塞奶着，所以迟到。对迄天了后，伊就讲我物件款款的，来教会遮带。这真做一个模范，有秩序，逐个人才会当向前行。建立一个秩序了后，佫煞来，我就邀请因好好想，你为虾米要来到儿童营？来到伫遮，咱是要带囡仔敬拜上帝，咱毋是要带囡仔佚佗难尔吼。就是来到伫教会的营队，毋是干那互囡仔来到伫遮佚佗啊，感觉讲吼，这是一个较俗的迄个托婴中心。暑假的时阵，家长上欢喜，甲囡仔等候教会，因为较俗。我甲伊分享讲，咱来到伫遮，无论是老师，无论是囡仔，咱是来学习敬拜上帝。只不过咱会当透过佚佗的方法来表现，毋过这是敬拜上帝。啊，当大家人咧讨论的过程中间，有当时啊，秩序是重要的。有参与、有投入的时阵，咱才会当去看见上帝要伫这个中间，伊到底要做啥物事。嘛，照着这个秩序，咱看见讲因有一个动力，不断咧向前行。所以其实这囡仔这几工，当然毋是每一个囡仔拢好教，毋是每一个囡仔总是会有困难。啊，但是看到这个国中生、高中生咧陪伴这个囡仔的时阵吼，我嘛感觉上帝的奥妙踮伫因中间。有当时咧检讨，因会开始讲啊，倒一个囡仔就歹处理的，啊，倒一个囡仔毋知要安怎办。啊，当所有的大人一直想要互因建议的时阵，我邀请因好好想，大人所讲的敢真正有效吗？大人所讲的意见，敢真正会当帮助因将囡仔带好吗？共一句话，我讲甲因讲无共款。所以其实咱重新咧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秩序是啥物？迄就是上帝也踮伫遮的老师性命中间咧做工。上帝也踮伫遮的老师性命中间感动因，互因踮伫陪伴遮的细囝的时阵，讲出正确的话，然后因所讲遐的话会比咱认为有经验的人讲的佫较适合遮的囡仔。这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团体。
伫一个敬拜上帝的团体中间，咱去看见，照着有好的意思，照着这个意思建立了后，咱会当不断向前，不断看见讲，上帝伊点伫咱的教会，点伫咱的生命中间做工。所以其实即几工陪伴因吼，嘛是真正足忝的。有的人敢若困1-2点钟，啊有的人一直踮伫遐咧走总，是忝，但是体会着上帝的甘甜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有当时啊，信仰团体失去上帝的话，信仰团体失去服侍上帝的喜乐，失去照着服侍，照着每一摆的敬拜中间，咱感受着上帝的奥秘踮伫咱的中间。当咱袂记哩即件代志的时阵，咱就会烦恼，愈来愈困难的仰望中间。无论咱安怎做，拢无法度把握；无论咱安怎想要靠家己的气力，拢无法度掠掉。上帝，伊到底踮伫叨落？旧约到新约的中间，其实以色列人面对至少400年的时间听无上帝的话，那是非常恐怖的一段时间。听袂到上帝的话，毋知影人生到底要往倒行。直到耶稣基督，最后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世间。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伫这世间，重新带予遮个人新的愿望。所以咱会当去想象的就是，所有遮个以色列人是经过400年听无到上帝的话的时阵，忽然间出现耶稣基督临在踮伫中间。伫咱即礼拜正课表的经文，另外一段是出现踮伫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。这段圣经节就是马大甲玛利亚的故事。马大要解决养鹅的问题，所以马大真无用，伊期待会当要将一切备办好势，将所伊认为上介好的拢献互主。毋过耶稣所讲的真清楚啊！耶稣所讲的是啥物？玛利亚踮伫伊的面前咧听的时阵，伊已经掠掉迄个上好的福分。若是咱的性命听袂到上帝的话，看袂到上帝的行动，迄才是咱性命上大的危机。所以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顶一摆感受上帝的奥秘是啥物时阵？咱顶一摆感受到上帝踮伫你的生命中间做工，也是踮伫咱的身躯边做工是啥物时阵？有当时啊，若毋是昨，若毋是拄啊，可能这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哦。伫顶一分顶一秒，伫1点钟进前，伫昨暗，咱敢有看见上帝的奥秘？咱敢有听见上帝的声无？咱怎样照着上帝的引带，一直向前咧行？期待咱建立秩序，也照着这个秩序，咱知影生命有一个新的动力，一直咧向前。无那亲像头前即块，即块是咱囡仔，这是拼图吼。这是拼图，因踮伫营队内面，因做伙甲这个图片做伙拼起来。这礼拜因耍骨牌，也耍拼图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当然会有冤家嘛。尤其咧耍遮个物件，即块要囥遮，即块也是囥遐，也是无小心耍骨牌，手下一个拢倒啊。会踮伫每一摆有冲突。每一摆会拄着冤家的过程中间，毋过当一切画面完成的时阵，上帝的奥秘踮伫遐展现出来。每一个人生命的仰望，
是因为主咧带路，互咱会当得到生命的满足，互咱会当继续勇敢向前行。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骄傲的心只有你会当满足，心较无受到满足，对听候受论敌，哪使嗷叫一声，化化虚幻，讲出公义。台面上欢迎敬虔，想要遮砍台面下骹的蚵仔、北石，对南到北，对东到西，望袂见平安，听袂见信息。江水滚滚，不屈不挠，心明公义，溪水袂煞，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。这个土地要恢复原开，心要恢复动力，搁一摆看见伊的美善。咱的生命会因为建立敬拜的秩序，重新恢复动力甲热情。伫每一日听见伊的声，伫每一日咱领受上帝的奥秘。请咱嘛透过这首圣诗，哪落咧直直走，来成做咱的回应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10首。主啊，阮骄傲的心只有你所知。阮逐日面对肉体欠缺、心理的软弱以及灵性的骄傲，只有你会当满足这一切。愿你帮助阮，求你建立阮敬拜的秩序，踮伫阮个人，踮伫阮的家庭，踮伫阮的团契，踮伫阮的教会。恢复这个秩序，也照着这个秩序，阮充满动力，继续向前来跑走，不断听见你的声，也看见上帝你的奥秘。愿主你的恩典引带阮，
互阮每一日通因为你得到帮助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免。主席校长要用一段影片嘛要来咱报告咱即摆夏令营的状况吼，所以请校长来做报告。牧师，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今年的夏令营，咱虽然有疫情，但是咱的营会无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会当来顺利进行。今年是咱教会设教119周年，伫119年之前，巴克的牧师甲牧师娘，因着上帝疼来到台湾。设立咱即个东门教会，即摆活动的营会活动的设计，阮用听甲传承的精神，互囡仔通过同样的活动来学习、肯定家己、建立信心，并且关心身躯边的人甲事物，彼此来关心，彼此来接纳。也用上帝疼来彼此相疼，互需要帮助的人看见新的愿望，诚济咱即个土地的祝福，也将巴克的牧师娘伊互咱的即份疼来延续落去。感谢济济协助阮营会为阮代祷的兄姐，愿上帝纪念恁为伊所做工。也请恁继续为咱的儿童事工来代祷。煞接，请咱做伙来观赏阮营会影片，多谢。
请坐。我来做几项教会事工的报告。咱的巴克利圣经学堂，咱读到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到16节，也请咱大家会当注意来参与。今仔日咱夏令营，等下会点伫第2堂礼拜中间，互遮的小朋友来带领第2堂礼拜的敬拜。所以嘛，请咱继续关心咱教会儿童的事工。咱等下甲后主日吼，就是咱今仔日会进行个团契的过节步车检查，所以请咱个同工会当来注意遮个时间。好咱圣歌队有联合咱台南市有其他3间教会，要点伫9月10、11下晡3点吼，咱要举办一个2022欢呼赞美荣耀音乐布道会，要点伫迄个文化中心的演艺厅吼。所以9月12是主日礼拜下晡下3点。这个活动咱需要有一寡同工会当斗3工，所以咱目前需要有会当接待、陪谈以及收奉献的同工，这是需要这10个人。过来是场地布置，咱嘛需要10个人。所以若是有意愿的兄弟姊妹，互咱会当圣歌队来做报名。期待透过即摆的报道会，咱嘛会当邀请侪未信主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，嘛会当成做咱一个福音事工，愿上帝来亲自祝福。所以有意愿的兄弟姊妹，欢迎你会当来圣歌队遮来报名吼。好，安尼我做以上遮的报告。迄日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愿上主大仁爱。今时煞请牧师为咱祝祷。愿上主大仁爱，经典的心内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
人数，包括指挥老师，拢总37个人，今仔来参加，咱是一个团结的团结，感谢。